總價百幾萬，你就可以喺珠海市入手呢一個超闊嘅豪宅單位啦。116平方，比其他樓盤150平方仲要大嘅空間，而且超高嘅得房率，20零分鐘到拱北關口，真真正正嘅珠海豪宅。入嚟呢一個位置，送咗7個平方嘅超大嘅入戶開間，裝甲大門咧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過翻嚟我哋嘅室內，所有嘅電視背景板同埋我哋嘅呢一個餐廳嘅背景板都係交樓標準。做咗獨立分區嘅餐廳空調，以及係中央大金牌嘅膠標，同樣做咗天花、腰線、吊燈。呢個位置隨便擺8人嘅一個長形餐台，以及係圓餐台都係冇問題嘅。3米嘅大開間啊！入去睇下廚房 L 字形嘅佈局，4件套嘅膠標送埋洗碗機、廚師寶，超大嘅開間，隨便擺雙門嘅大雪櫃。用料咧，你可以過嚟感受下，都係用唔錯嘅材料嘅。過翻嚟4.6米開間嘅超大客廳啊！呢間屋咧係有一種好氣派、好舒適嘅感覺。你入門嗰下，由我哋嘅餐廳到翻我哋嘅客廳，成個視野效果咧好舒適嘅。呢度做咗個通鋪嘅設計，已經幫你封咗嘅大陽台啦。望出去嘅視野咧毫無遮擋，西南朝向，落邊係睇別墅同埋山景嘅。呢一個單位咧總價百幾萬你就可以入手啦。因為咧而家咧有公底單位至咁平嘅，樓層唔多，有興趣嘅朋友咧評論區打上666，Jason 咧發資料俾你睇睇。入嚟再介紹埋我哋嘅休息區啊，已經幫你做好晒所有位置嘅藝術漆。左手邊嘅第一個客房。大概有12個平方，能夠做到3邊落床位，成間房幫你油好晒藝術漆，中央空調交標。呢度望出去咧都係西南朝向嘅別墅景觀啊！嗱，呢度已經係現樓啦，所以咧唔需要等待，中意邊一層揀邊一個單位，唔使擔心爛尾，以及可以實實在在睇到成個交標係如何嘅。呢間房咧，佢係一間書房嘅設計。其實我哋交樓嘅時期咧，所有嘅床啦、吊櫃啦、衣櫃啦、書台啦、空調咧，通通都係已經係幫你做好晒嘅。入去參觀下呢一個嘅客廁啊，成個開間咧都係比較充足嘅，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啦。呢度落樓3分鐘咧就有個大商場已經開業嘅，所以唔使擔心配套呢方面嘅問題嚇。嚟到第3間房已經幫你做好咗牆頭嘅背景板、藝術漆、中央空調，而且一面嘅大玻璃面。呢度望出去西南朝向咧，仲可以睇埋山景先啊，視野係比較舒適嘅。最後過翻嚟主人房呢一面，幫你做好咗4線嘅到頂大衣櫃。右手邊咧係套房嘅獨立洗手間啊。過翻嚟咧，我哋嘅左右嘅背景板都已經全部做好晒啦，中央空調以及獨立嘅天花、吊燈都係交付俾你嘅。一面嘅大嘅玻璃面啊，成個觀景面咧係好舒適嘅，所以幾乎咧佢係能夠做到拎包入住，你只需要買少部分嘅家私電器就 OK 啦。總價百幾萬你就可以入住啦，真實房源嚟嘅，20零分鐘絕對能夠到拱北關口，而且發展商背景以及我哋嘅園林仲有交標都係做得相當唔錯嘅。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啦，拜拜。